伫个议员林美燕的媒合，结合理甲社区发展协会以及公司部门，对民国86年办理大温社区儿童暑假夏令营甲照顾的托育班，今年已经进入第26档。对暑假一开始连续3天的夏令营，伫个社区志工妈妈甲中英大学的学生免费的带领，陪伴小朋友度过快乐的暑假。我相信我们大安里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平台透过我们这些在校的学生、大学生，能够跟我们这些小朋友互动因为大姐姐教小妹妹，她是这个会最直接的，她们语言是听得懂的所以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大哥哥、大姐姐，我们传统大学的这些大学生，还有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理事长跟我们的里长长期的为社区的付出，为基础教育的一个认真真的非常谢谢。这个暑期活动已经办有够简单了对。自从我做这个理事长了后，我就发觉过去拢有咧进步，今摆嘛拢咧进步。我个人我感觉讲我应该爱来咱的社区尽一份的心力。当其时呢，我嘛希望继续会当提供咱遮儿少大家的家长有一个真好的环境，会当来共同大家学。家里最主要只要你低收1、2、3款的子女都免费我中小小朋友都免费若中低收是迄个外配较弱势，爸爸妈妈有身障手册，我拢会是半期。我咱协会的会员子女，甲家生有时还会是5千2个月，一般家庭是6千，阮主要是要照顾弱势。3天的夏令营，除了会用的学习，另外还佫有免费的营养午餐。上午的结业式，包括教育局、社会局以及南区区长嘛拢到场参加，场面热烈。夏令营一结束，就是儿童照顾托育班的开始。社区发展协会针对低收入户1、2、3款是完全免费，你中低收入户则是半价优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